你若准无法度自由去讲，你就袂当有自由的思想。提醒咱来观众朋友，这民主自由毋是对天顶落落来的。讲到今年是这228事件的78周年，伫海外的228位数呢，因为这新冠疫情，在今年是因朗6年后，才搁再回来到台湾。即届有33个人来自这美国、日本、加拿大，抑搁巴西一寡国家。因来呼吁讲，咱台湾的课本呢，就爱加讲一寡228的事件，或者少年辈了解这段历史是安怎来的。每一个人胸坎拢品德协会会长代表纯洁自由民主，因此228事件受难者的海外遗属有来自美国、日本、加拿大、巴西大约33人。顶届组团登来台湾已经是6年前啊。228遗属返乡团也伫25召开记者会，呼吁政府伫当初带受难者尸体的家人蓝荧光幕采蒙牌纪念因的先人。这尸体可能是阮的老爸、阮的阿公、阮阿祖。这尸体也有捡到，拢放伫家人市南营公墓，遐有一个大坑，啊种落伫因内面。我无啥物要求，阮希望政府帮忙，踮遐放一个蒙牌。海外228遗属返乡团伫2月24也有参加总统热清日，行政院长倒英台见面。总统表示，政府会持续团结国家，守护个人的安全，袂互类似的事件搁再发生。返乡团团长表示，目前阁有一寡档案封砍掉咧，希望这寡资料会当公开。第3代遗属也讲，就算78年过去啊，但是伤痛煞是一直传落来。希望台湾的少年辈爱知影这段历史。228的事件毁灭了台湾所有2战以后的民主与自由。这句讲起来真简单，但是却是伤害着台湾足深的。你知影咱今仔日的民主自由得来不易，讲起来真简单，但是伫外国是用火、用目屎来换来，咱台湾嘛是。海外228遗属返乡团表示，因即届登来台湾，除了悼念少年先人，促成转型正义，也诉求伫台湾的教科册内面，会当增加篇幅，让少年人对228事件更加了解。因续落来也去拜访景美人权博物馆、家人南明公墓等等的所在。伫228即天也出席228纪念仪式。记者张家佳、谢桂林台北报道。